乜嘢都要同大家試下嘅嗱，多謝啊，各位嘅支持。嚟睇社會 talk show 之前咧，記得大家 like、share、subscribe，同埋記得撳個鐘仔，好似所以話中共點會唔識民主制度啫？非常叻，佢好識得玩民主制度，非常叻。所以我覺得中共唔推行民主，我唔明點解。佢非常純熟啊，即係民主制度嗰啲互相制衡啊，互相牽制啊，佢玩得好好啊，好叻啊，我覺得即係非常聰明嘅。我唔明佢點解唔玩啊？佢呢一套，就算今日中國啊，你行兩黨制，你俾翻國民黨好，民主黨冇資格去交台督啊，你俾國民黨去翻大陸嚟講，以中國共產黨佢哋嗰種咁嘅聰明才智，你就想玩兩黨制，國民黨唔夠佢玩，絕對唔夠佢玩。你見到佢喺全世界咁樣去搞，真係冇得頂，我歎為觀止。佢一心咁樣，但係呢一招咧係好明顯俾阿 Donald Trump 嘅團隊咧識破咗。佢俾你90日，你一定要搞掂佢。嗱，90日裏邊，未來呢90日，中國工廠裏邊會發生啲咩事？大家可想而知啊！工廠停產，上一集我亦都提醒過大家噶啦。而家唔止係工廠停產，而家最主要係自從呢個疫情開關以嚟，各地嘅廠商，中國各地嘅廠家，為咗追回喺過去疫情封城嗰3年嘅損失，係搏命生產，加速生產。但係而家加速咗咁多生產，突然間美國一落閘，甚至而家有啲消息出咗嚟，話嗰啲船啊未入到美國港口，因為呢個關稅，佢寧願入港口之前，寧願唔要啲貨，寧願喺隻船嗰度淨抌咗個貨櫃落海。因為喺國際水域嗰度，即係總之唔係喺24海里範圍以內，你未入24海里，你一喺大海裏邊一抌咗落去嘅話，第一保險公司會賠，第二嗰件貨冇人會負責。大家你有興趣，你中意嗰啲啊，你揸隻遊艇啊，你出去咧撈起個貨櫃咧，你揾啲火槍劏咗個貨櫃，嗰啲貨係屬於你嘅，呢個國際法嚟嘅。佢寧願唔要貨，因為佢哋計過條數。泊得碼頭落得貨加埋稅嘅話，你根本係賣一件蝕一件，咁啊寧願唔要，寧願唔要。另外咧就話，因為點解你件貨未 FOB 到去嗰個碼頭嘅話咧，就變咗嚟講，佢就貨主可以 claim 保險公司，而供貨人如果有買保險，即係中國個廠家如果有買保險，佢亦都可以 claim 保險公司，大家都好喎，咁樣反而上一哥啊，上一哥係啊，我哋其實今日都睇到有啲嘅片段咧喺國內流出嚟咧，或者相片咧都廣泛報導咧，各大貨櫃碼頭，即係學你話齋，你講中啊，即係嗰啲貨櫃咧就已經係全部都揼到堆積如山咁樣。其實呢個係咪一個訊息嚟嘅咧？其實我已經講咗㗎啦，而家呢個關稅，美國都係好陰濕。係睇準你中國睇住你嚟食。第一，佢斷你訂單；第二，佢知你嚴重產能過剩，佢就馬上一落閘，一落閘，你咪碼頭堆積咯。你而家喺碼頭未出中國港嗰啲碼頭嗰啲貨，你認為美國個貨主俾唔俾你落船咧？一梗係唔俾落咗船，一啦，落船就計落貨主嗰條係保險公司嗰度噶啊，嘛，即刻要梗係唔好即結錢。刻即刻 hold 住你，咁 hold 住你，佢係嗱貨主理論上係要賠嘅，但係人做嘅生意都知啦，你認為個貨主條尾數找未咧？一定未找噶嘛，係咪啊？未找你 lock 實咗喺碼頭，叫你唔好落船住，你 lock 住喺碼頭，你就生產咗啦，佢落咗單 payment 啫嘛，喂俾定俾幾多？頂多俾30%啫嘛。跟住你落唔到貨，你個貨期一個過咗，哦，我唔要啦批貨，咁樣個貨主反而損失冇咁大喎，你明唔明啊？而家個困難喺呢度啊嘛，咁啊邊個損失大咧？個廠家，而家係死喺呢度啊嘛，所以而家中國好急，急喺邊度咧？佢希望快快脆脆將啲貨同歐盟傾掂去，同東盟傾掂去，所以習近平下個禮拜訪問越南啊、柬埔寨、印尼幾個國家，3個國家。
佢希望佢啲貨可以 sell 到去嗰度。但係大家觀眾、大家定眾，第一，你認為全世界除咗美國呢個龐大市場之外，歐盟個市場夠唔夠大？東盟個市場夠唔夠大？足以食起美國市場呢啲貨？肯定唔得。第二，如果歐盟肯食你啲貨嘅，咁樣請問鹿特丹嗰6萬架電子車，點解唔仲到而家都唔俾你入境啊？因為歐盟好清楚，俾你嗰6萬架，如果俾你入歐洲嘅話，標致、雷諾、Opel、雪鐵龍呢啲咁嘅歐洲車、中額福士呢啲中價車個嘅車廠，好容易倒閉，佢冇辦法俾你入嚟，所以好老實講，佢啲貨滯銷咗。好啦，理論上吓，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你係咪應該好客客氣氣同美國嗰邊？喂，老細，46插電位，你咁樣100幾，我加你125，你加我145，大家咁樣加落去，大家冇生意做，大家脫鈎，你又死我又死，大家魚蛋當火燭攬住食，無謂啊！大家係咪要傾掂？喺理論上係要傾嘅，但係而家你會睇到，無論 Donald Trump 又好，你有特贊明又好，佢哋都似乎唔想傾。即係 Donald Trump 擺個姿態就話：你唔傾啊，我等緊你點啊？你唔打嚟啊？你唔打嚟啊嘛？唔打嚟就加，唔打嚟就加。網上有段片好得意嘅，就係有 Donald Trump 咧，係咁咧就係即係啲 AI 做出嚟啲片嘅，即係幾搞笑啊！係咁等我哋主席電話，不停等主席電話。其實坊間有一個報道就係話，大家都可能有一個中位數，即係話，喂，你而家好似玩賭局咁樣，我俾一個100幾個 percent 係咪？跟住等中國還價。咁坊間有一種講法，可能大家都有共同講法，就係話，可能個中位數去到50-60個 percent 度。你覺得如果50-60個 percent 咧，中國我哋嘅習主席會唔會接受啊？嗱，都唔會接受，因為中國啲貨賺唔賺到50-60個 percent 咧？賺唔到。其實說穿咗一樣嘢，我夠膽喺度講 ，Donald Trump 呢場發動呢場貿易戰，中國亦都睇得好清楚。Donald Trump 其實嘅意思就係利用貿易呢個咩瘋狂嘅貿易戰，逼令中國聽美國講。第一，俄烏戰爭唔該你幫手勸掂你個契大佬，起碼你啲武器人員，你話冇派人員啊嘛？而家烏克蘭好配合啊，即刻話拉到2個啦，跟住仲話俾你聽話有150個中國呢啲中國士兵喺度喎。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咁巧啊？飛機撞紙鷂咯，係咯，邊有咁巧啊？老鼠漏貓廟咁啱，冇理由嘅，完全係夾好晒噶嘛。第一，俄烏戰爭，你中國嘅立場，唔該你乖乖仔仔，聽聽話話，你搞掂佢。如果我再見到我同你唔使再做生意，睇下邊個死啊嗱。好啦，第二，喂，你啲飛機飛咗去台灣10幾個、20個月都嚟啊，差唔多2年啦，你唔攰嘅咩？你好多錢咩？越飛越入，越飛越飄，跨過海峽中線，而家飛近咗24海里啦，攰唔攰啊？係咪應該停一停咧？啱唔啱啊？冇錯。第三，同我哋香港真係有關嘅。喂，香港你喺聯合聲明嗰度應承過嘅喎，點解你做嘢咁唔守信用嘅？如果你咁做嘢咁冇信用嘅話，我同你之間嘅貿易協定簽訂任何嘅合約，咁你都係一個冇信用嘅人嚟嘅喎，係咪可以咁樣推理啊？啱唔啱？呢啲美國係想要中國清楚表態，即係但係好明顯，中國喺呢3個立場上面，呢3項嘢上邊，佢唔能夠做任何嘢。嗱，香港你叫佢認低威，有冇可能咧？你話？梗係冇啦。我哋係偉大噶嘛，光榮噶嘛，正確噶嘛，係嘛？佢冇得退。第二，台灣係牽涉到中國嘅內政，係中國嘅內褲。sorry， 不可分割嘅一部分。你關你美國佬咩事啊？係咪先？又冇得退。好啦，俄烏戰爭嘅立場，
係中國嘅立場，佢係好希望俄烏戰爭繼續噶嘛。我呢年幾兩年已經解釋過，因為俄烏戰爭一路繼續打係對佢有利噶嘛，對中國有利啊嘛。有咩利啊？拖冧俄羅斯，拖冧歐洲，甚至拖冧埋你美國。所以特朗普呢班人睇得好清楚，點解佢喺俄烏戰爭裏邊，喺烏克蘭戰爭裏邊，美國要抽身而出啊？一抽身而出就清清楚楚話俾你中國聽，喂，你下一步係點諗？喂，我睇到咯，同埋而家國防部長黑格海爾，佢已經嚟過亞洲通知晒。話有啲咩台有啲咩風吹草動，你哋紮馬要幫拖啊！嗱，前兩日巴拿馬運河講到明啊，美軍要派駐，我哋啲戰艦通過咧優先通過 ，first priority， 仲係唔使錢免費通過。個理由係咩啊？條運河我哋起嘅，我哋中意點行就點行，哇！真係好霸道咯！即係我其實作為中國人咧。即係我係好希望我哋國家咧派墨魚號、烏賊號、八爪魚號，真係嚟一個遠征軍啊！即係跨過太平洋，即係上次係跨過鴨綠江咧，跨過太平洋，即係作出反制先係噶嘛，係咪啊？真係我係想睇到呢樣嘢啊，大佬！真係遠揚國威。之但係個問題就係。美國嘅意圖係好清晰嘅，但喺呢個咁嘅立場上面，中國係唔可以退。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嘅廠家，你跟住你好多失業噶嘛，即係而家已經停咗，而家係停咗廠嘅。你知唔知？阿珊你都聽到啦，我哋身邊有啲朋友都係啊，冇錯啊，係咪？叫緊救命噶啦，國內其實好多廠。而家唔知叫救命，而家大鑊咗係咩？你中國可以用一個，因為個體制唔同，中國可以用強制嘅手法。你唔好接間廠啊！接間廠拉人封艇啊！擾亂社會治安啊！你罰錢啊止啊！我罰你幾廿萬，你要覺得你有幾廿萬賠得起啊？唔止啊！分分鐘你話你尋釁滋事，判你十碌八碌，你試下嗱咁啊！喂，個個廠家真係床板夾乜 at 都冇 at， 係咁樣每日開工咯，叫啲工人咧嚟，你瞓喺度得啦，唔好開燈啊！開燈啊蝕水，蝕埋電費，俾工人一半人工。大家喺度吊鹽水吊命，因為而家個情況就係中美係冇貿易可言，啲廠冇單，已經落咗訂單嗰啲單批文，啲美國嘅廠家嘅全部截晒單，因為145，邊有人肯同你做啊？邊有廠家肯同你接貨啊？美國訂咗嗰啲，我寧願撻訂啦，我賠償俾你都好過收咗貨之後我喊咁口啊，大佬計落條數啱唔啱啊？係冇可能噶。個問題就係中國面臨一場嘅未來90面臨一場，即係好大規模嘅社會動盪。你諗都諗到，喂，真係冇飯開喎，啲廠完全冇得生產喎，而家係咁喎，即係好多人話中國唔驚可以食草食幾耐，點乜，之但係你唔好忘記，如果中國人係完全好乖順嗰隻羊，係完全唔識反抗嘅，咁你點樣解釋四通橋彭立發事件？你點樣解釋嗰個白紙運動？咁多後生仔拎張白紙就出嚟，一樣會有人反抗嘅，即係冇密閉嘅牆嘅呢個世界。嗱會嘅，嗱，小哥，我又有啲，你知我身邊有啲喺國內做營商都大生意嘅朋友啦。咁佢哋其實都有同我哋傾過偈啦。咁佢哋有兩種睇法嘅，即係其中有一種咧就係話，即係類似我哋嗰陣時 Covid 嗰陣時咧，即係話譬如話啲食肆啊，全部都出咗問題，咁變咗咪大家都要hold 住落去啦，繼唔繼續經營啊？大家考量啦。咁佢哋嘅睇法就係話咧，如果真係有實力嗰啲商家咧，佢哋可能會選擇係完全係停工，係啦，完全停工先。即係你話你點解咧？我而家止咗蝕先。跟住停工嘅成本係比較最低噶嘛？係啦，因為你望落去咧，嗰個前景嘅，即係睇唔知點玩啊！成個遊戲佢哋係啊，係啊，你話唔係咯？喂，我就得一嚿錢，呢一嚿錢我而家一路撐住落去，但係就每日都係使緊銀紙噶嘛。
咁如果久而久之嘅話，真係一個比較可能係90日之後，要捱90日之後，咁可能自己嗰啲資產都已經使晒啦。咁啊，真係呢個唔係單一事件啦。中國咁大咁多廠，咁影響都相當之深遠咯。非常深遠。嗱，所以當社會大眾都睇到呢個問題嘅隱憂，你認為中國嘅高層、北京中央睇唔到咩？一定睇到。睇問題就係睇到佢點解唔去傾咧？點解要選擇一條即係咁強硬嘅道路咧？嗱，呢個先係一個問題。好啦，社國今日喺度企，個問題最主要嘅症結咧，你睇幾樣嘢。第一樣，過去呢18個月，不斷有報道出嚟啊，解放軍啲軍頭全部落鑊，前國防部長魏鳳和，跟住李啊，哎呀，咩李福，唉，噏到上嘴邊，魏鳳和，跟住嗰個李咩福，哎呀，你再福好似，跟住火箭軍，跟住最大鑊，個零月前嗰個苗華，同埋最近已經而家係《金融時報》同埋紐約時報引述咗個消息，佢話連習近平親信何衛東都被捕，呢個係好嚴重事件，呢個係信號。李尚福啊，sorry，我前先提呢幾個人，全部都係習近平一手提拔嘅人，當中最緊要係何衛東。我幾個月前喺我嘅節目嗰度，我哋都講過，你睇習近平嘅地位穩唔穩，喺軍中嘅地位穩唔穩啊？你睇一個人得噶啦，何衛東。但而家何衛東冇出現喺公眾場合，已經超過咗40日，呢啲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呢個信號係乜嘢咧？因為較早前咧，解放軍報同埋中央人民日報咧，瞭望雜誌啊，喺個評論員文章佢嗰個取態上邊咧，係好明顯係兩種聲音嘅。理論上以習近平係軍委主席嘅話，佢應該炒咗解放軍報嗰個評論員嘅。理論上即係好簡單啫嘛，喂，你發表同我唔一致嘅嘢，我點解唔喐你啊？但係喐唔到嗱，個奇怪就喺呢度，喐唔到即係話唔好意思咯，你連炒個編輯能力都冇咯，呢個已經唔好兆頭。再加上掹嚟掹去落嚟落去嘅，全部係你啲黨員。呢個喺中國嘅鬥爭嚟講咧，係永遠都係嘅。我唔妥阿珊珊之前咧，我唔會直接喐阿珊珊，一定喐佢身邊嗰啲親信先，掹走晒先，尤其是最有實權嗰扎。而家睇啦，嗱，除非何衛東聽日高調咁一嘣一聲出翻嚟，咁啊另計啊。第二睇幾樣嘢，第一樣劉鶴個仔，呢個劉鶴亦都係習近平經濟嘅軍師，劉鶴個仔落咗網半年噶啦，但係上個禮拜先至高調公布咗出嚟，呢件亦都係一個值得懷疑嘅事。第三，上個月開人大兩會，最後人大會議結束嘅閉幕禮，趙樂際失蹤，冇出席缺席。當晚官方嘅解釋就話佢病咗，點知趙樂際唔夠24個小時喺北京馬上召開記者招待會。呢兩件事嗱，一個冇嘅出咗事，一個文嘅又出咗事，說明咗一件咩事咧？你話習近平失勢啊，未至於，但係明顯地黨裏邊有人挑戰習近平嘅權威。好啦，既然係挑戰習近平嘅權威嘅，面對而家咁嚴重嘅中美火車對撞啊，喺呢個時候，你作為習近平，你可以，我而家想辦，即係阿細哥而家代入習近平個腦入邊，走進佢嘅內心。你作為習近平，你要點樣去選擇？因為呢部棋一子三滿盤皆六索，
唔係講笑啊！即係共產黨嗰啲鬥爭，佢可以點樣選擇？OK，如果佢選擇溫和嘅，同美國佬傾嘅，係好。而家呢種咩氛圍，係極容易俾黨裏邊嗰啲非常嘅保守派，嗰啲嘅老左，又紅又專嗰班，美國係我哋亡我之心不死美帝，你而家係咪對佢示弱軟弱？咁我哋中共隨時會亡黨亡國嘅，點乜？佢就分分鐘因為咁樣而失去嘅支持，而俾人掹落嚟。咁又話細哥唔係啊，咁樣習近平可能得到開明嗰派嘅支持咧。理論上，如果佢習近平如果早期識玩係平衡咗開明派同埋黨內嘅保守派嘅話咧，佢可以呢派對我有威脅咧，咁樣我就利用呢派嚟咁樣拉一派打一派，咁樣佢就可以始終都係掌握住嗰個主導地位。玩呢樣嘢玩得最叻嘅就係東同埋鄧小平。但係個問題喺邊度咧？大家冇留意習近平上台之後，佢完全將江派、團派俾團滅咗啊嘛！習近平回心一諗到，佢即係當政2012上台以嚟，而家10幾年啦，即係你知道人緣幾好噶啦，即係黨裏邊講得白啲嘅，佢得罪咗好多人，因為佢嗰種咧以反貪為名，將佢政治對手咧整縮到體無完膚，即係叫做話無翻身之餘地，好狠好絕。尤其是王岐山主政頭嗰幾年，咁習近平一定諗翻轉頭，啲紅咗如果一壓我嘅話，佢知道紅咗嗰班你同嗰班所謂黨裏邊嘅開明派一合流嘅話，咁佢就知噶咯，落得嚟噶咯。佢所以喺呢條路上面，以佢嘅出發點，佢就只有一個選擇嘅啫。佢選擇係咩咧？同美國去拼。你同美國火拼嘅話，第一佢保住共產黨內部嘅基本盤。四海哥，係火拼就梗噶啦。不過有樣嘢咧，就真係我哋要呼籲下嘅。咁啊，多謝大家啦，因為我哋都係啱，你知我哋四海托蘇呢個台咧，呢個 channel 咧，啱開始慢慢 build up 啦。咁啊，直播都係啱開始咁啊，試下做咁樣啦。咁啊，幾開心啊！四海哥，而家我哋都有百幾人喺度在線都聽緊你。多謝。但係咧嗱，真係大家呼籲下啦，各位觀眾咧就高抬貴手啦。我冇乜 like 喎，大家撳下個 like 俾我哋先啦。有冇搞錯啊？呢啲喂行規嚟噶啦。四海哥，快啲呼籲下先。喂，大佬入咗嚟，記得第一件事撳下手指公 like 咗先。係啊 ，like 跟住再記住咩啊 ？share 啊嘛，同埋 subscribe 通知，話俾家鄉親戚大眾知，係咪先？跟住記得撳埋個鐘仔，提埋你啲親戚朋友。咁四海哥一有直播嘅話咧，就咁樣出嚟。各位觀眾係啊，支持下我哋嘅 channel， 支持下四海哥，大家俾個 like 俾我哋先啦。係啊，係啦，咁樣都唔識做嘅，你真係，我哋唔搞直播咁樣。好，因為點解咧？我哋要夠晒直播咧，就先至會考慮咧，就你哋密切期待嗰個土撥鼠時間嘅。因為我知你哋好想睇嗰啲八卦啊嘛。你班友仔，你班契弟最中意聽八卦嘢噶嘛？又唔好咁講，我知噶，即係你要老實講，你班，我梗係要吊住你哋癮先。我會做嘅，你放心。因為咧，我同佢係家仇國恨不止噶啦，因為殺父仇人嚟噶啦，一定會去同啤梨兩條友嗰啲嘢咧，我一定會講嘅，一定會喺呢個台嗰度出嘅。但係咧，你哋要識做先 ，like、share、subscribe、撳鐘仔，OK？好多謝晒大家先啦。嗱，習近平個選擇係冇得選擇。由於係人緣太好，秉正以嚟人緣太好，即係俾佢打倒嗰扎人嘅話咧，佢亦都知道佢落嚟唔係問題啊！落嚟之後佢會唔會係第二個薄熙來？即係共產黨混咗咁耐，亦都好清楚一樣嘢。你如果要捉人挑人嘅痛腳嘅話，哪怕挑不成。你乾淨，因為你老婆乾唔乾淨咧？你個司機乾唔乾淨？你屋企人乾唔乾淨咧？有心人捉無心人，一定捉到噶，上綱上線，係咪？呢樣嘢唔困難嘅，所以都一清二楚。所以面臨呢個局面嘅話，
阿大大佢，我覺得佢幾悲哀嘅，佢有啲末路英雄嗰種咩悲嘆。佢一手由細到即係叫做世交嘅張又俠，即係講到最後始終冇辦法大家合作落去。即係而家好明顯㗎啦，張又俠係把持住個軍方㗎啦。即係嗱，所以推背圖又係好應㗎。啊，有一軍人夜大功啊嘛，聲言我是白頭翁啊嘛，係咪先？東方門裏伏金劍，勇士深夜入帝宮，真係好 Q 大鑊啊！大佬一嚟，上一個啊，上一個啊，我哋有網友咧，阿維維咧就問，會唔會開戰打台灣？你又點睇啊？嗱，打台灣呢個問題啊，好多人問過我嘅。嗱，如果係習大大咧，打台灣一定係佢嘅選擇，因為佢一定應承咗嗰班老紅咗，我俾我再做咗10年，喺10年之後我一定統一台灣。你點樣統一啊？係咪先？你統一嘅唯一，你就今日在台灣，而家你兩岸關係搞到咁，你冇可能統一到，除非你打佢啫。咁即係話明會打台灣啦。如果而家呢個貿易嘅情況下，理論上係要發動一場戰爭嘅，所謂嘅扯開個視線啦，然之後凝聚翻嗰個國內嘅民氣啊嘛。嗱，呢啲係好多海外嘅媒體人咁樣去一廂情願嘅諗法。習近平係一個好叻嘅人，佢唔係傻嘅。軍隊打唔打得？你認為習近平知唔知？佢冇可能唔知。軍方嘅頭亦都冇可能唔知。如果唔係，點解傳出嚟話東部戰區司令林向陽涉嫌向外國情報單位，係美國啦，講明啦，係泄露嗰個公台嗰個計劃？點解佢泄露咧？原因好簡單啫嘛，因為林向陽知道咁樣打落去一定唔會打贏咯。即係如果會打贏，我梗係收埋啦，一夜我打到你豬頭咁啊！就係知道喂，大佬明知前邊即係個個打落舒華新力啤咁大隻，又史泰龍啊，又李連杰嗰啲咁嘅，跟住然之後你話大佬啊，你上去啦，你心口裝個勇字向前衝，我哋一定打贏噶啦！大佬你講咩？你班死運你啊吹得口響啊，你打啦！佢哋一清二楚，自己嘅實力佢係最清楚噶嘛。喂，平時即係話操兵，大佬即係話手底下1萬人都唔知有冇，大家係虛報數字上，跟住食空餉，呢啲自古以嚟都有噶嘛，係咪先？操兵又或者係啲槍彈分離，即係好多軍隊啊，當咗2年兵啊，真槍未開過一槍啊，因為子彈同咧嗰支槍啊分開，就係驚你咩咧？子彈加槍嘅話咧，嗱你班契弟咧就一嘢咧就唔係去打台灣，就打中南海，就大鑊啦。我哋嗰啲叫善良之槍啊，善良之槍啊，佢唔識用嘅，嗰啲軍人亦都非常善良啊。除咗摺被最叻，摺張被好靚嘅，係咪先？用個角都鋥死你啊！係啊，一嘢成張被一嚿磚頭咁樣飛埋嚟。喂，會唔會打台灣？佢上，但係而家習近平喺軍方嘅地位，因為何衛東而家係傳媒傳咗呢啲消息，佢落咗嚟嘅話咧，就基本上我夠膽肯定唔會打台灣，唔敢喐。因為你邊有人夠膽打台灣？你一打咗嘅話，邊個發燒號令？你習近平發燒號令啊嘛！你萬一你真槍實彈俾咗下邊嗰班人一打台灣，第一波你打得順利，打得贏上到灘啊，即係佔據到總統府啊，你就叻啫。萬一唔得咧，俾台灣嘅火力再加埋，如果美日去參戰，你搞一搞你渡海搶灘嗰啲船俾人哋全部截擊晒。咁你打唔贏嘅喎，上唔到嘅喎，上唔到點啊？咁咪隨時作反嘅嗰班人，係咪啊？同埋咧，我都覺得另一樣嘢，細哥你講得好啱啊！喂，打貿易戰啫，我加你稅啫，係咪？你啊走去一個屈美十走去打台灣，咁啊真係世界大亂噶啦！唔係世界大亂，而喺台灣咧，而家打台灣咧係好容易造成中共內部嘅大亂，因為我前講，當前線嘅軍人發覺打台灣打唔掂，台海好難打，但係中南海易打過台海，你話佢會點諗？咁咧就只會中國嘅內亂。同埋你冇留意過去呢10幾個月，或者過去呢幾年以嚟，軍方落馬嘅全部因為咩原因啊？貪腐。
乜你認為一個貪腐嘅部隊仲有戰力嘅咩？喂，我個司長啱啱搵1000幾百萬買翻嚟，咩話？要我上前線拼刺刀？唔係啊，大佬會死嘅，打交會痛嘅喎，大佬唔好打交啦，係咪先？我搵錢嘅咋，大佬搵水嘅咋。正所謂咩？武官不怕死，文官不愛財，天下先大治啊嘛。你武官愛財，文官又怕死喎，點打？愛財貪財嘅人就一定係驚死嘅，因為點解咧？你賺錢嘅目的係希望你全家富貴啊嘛，封妻任子啊嘛。哦，你都死咗，你點樣封妻任子啊？呢個好簡單嘅道理啊。所以話佢哋唔係唔想打台灣，佢哋一清二楚係知道會打台灣，所以美國就超前部署，咪叫咗個國防部長嚟美日嚟韓國、日本同埋菲律賓，佢仲清清楚楚話埋俾大陸聽，話埋俾北京聽。佢又話咩啊？喂，你駐韓日軍、駐美日駐美軍、駐菲律賓嘅美軍，如果台灣一旦有事，你哋隨時作出去支援嘅準備。喂，大佬先係話到明咩啊？介入台海戰爭咯。佢點解咁做啊？美國到今日嘅戰略好清晰嘅，行咗幾年噶啦，阻止戰爭之爆發。太平洋艦隊司令、第7艦隊司令 Pepperell 亦都講得好清楚噶啦。萬一佢阻止唔到，美國總統交俾嘅任務就係阻止戰爭嘅爆發。萬一阻止唔到，咁點啊？戰勝，講完噶啦。咁你知道咩事噶？你真係要喐嘅，我就唯有美國就接打贏咯。講得好清楚，美國係肯定會介入噶啦，差唔多已經講到白噶啦。佢就超前部署掛埋俾你諗都唔好咁諗。但係大家放心，呢一刻我唔認為習近平係有發動武統台灣嘅需要，佢已經扯唔開啊！而家未來90日，大陸嘅經濟好容易出現好嚴重嘅問題，工人失業，廠家冇錢出糧，嗰啲火滯銷，呢幾樣嘢完全係衝擊住美國嗰種中國嗰種咩即係國內嘅情況，亦都有啲 KOL 話：喂，唔係啊，細哥有冇搞錯？你白痴嘅，話你餓乜你啊嬲啊？你驚你嬲？我哋係中國可以拋你美債噶嘛？呢一套觀念嘅人嚟駁佢啦。中國而家擁有美債係佔美債佔全世界美債係幾多個 percent 咧？唔超過5%。請問有啲咩影響啊？僅次於日本嘅啫喎。唔係咯，好少嘅啫。日本都拋美債啊，差唔多啊，兩個都差唔多啊。但係對美國冇影響啊，美國咪股票一樣升，冇影響。美國而家呢次咧係叫同中國咧係賭個 show hand 啊。而家呢個情況好老實講，你中國係好不利嘅。但係習近平咁樣做咧，無非係企強硬嘅，佢就要立住佢嘅基本盤。我哋要同美國對抗，而家同美國火車對撞啦，喺國內講，甚至喺黨裏邊講，我哋同美國火車對撞。而家我哋要做嘅就係團結一致，抗衡美帝。嗱，呢樣嘢大家唔好睇下，喺共產黨內部嘅話咧，一講到團結，一有個外在嘅最大敵人，唔係台灣啊，台灣可以下一步先解決啦。而家最大敵人係美帝，佢而家亡我之心不死，大家係咪應該團結先？只要習近平打呢樣嘢出嚟，就冇人可以挑戰佢嘅權威。你挑戰習主席，係咪即係你而家要跪低，係做民族嘅罪人先？明唔明啊，生？大家明唔明啊？喺中國黨裏邊，中共嘅特質面臨一個咁強大嘅敵人，面臨一個一直意圖令摧毀我哋中國國民經濟、摧毀我哋所有嘢辛辛苦苦呢40年改革開放成果嘅強大敵人，而家揾架火車撞埋嚟。而家我哋習主席當仁不讓，企出去面對呢架火車，佢唔驚死，佢而家帶領我哋去對抗美帝。你仲諗住推翻佢？邊個夠膽挑戰咧？就邊個就係黨內嘅敵人，明唔明啊？大家明未啊？好啦，咁呢個會產生咩結果咧？細哥你頭先講咗啦，咁樣會啲廠家啊，好多工人會失業。過去呢70幾年，一波又一波嘅運動，又餓死人，
又燃燒嘅歲月，又火紅嘅年代，又有坦克衝入去廣場，我哋嘅領導人何曾掉過一滴眼淚？嗱，即係所以大家而家呢個局面嘅話咧，嗱，而家我就喺呢度好語重心長咁樣講個情況，我真係抱一個幾悲觀吓，因為我個人係幾悲觀。我唔明而家係海外仲有啲 KOL 啊，美國已經敗陣啦，嗱，佢而家突然間佢加全世界嘅關稅，跟住一見到股市跌到咁，佢就即刻叫停，免90日俾你哋傾，唯獨針對你中國，佢哋咁樣可以解釋為美國關稅政策已經係完敗，佢哋 cut 停咗，叫停咗90日，呢啲係跌落地下揦翻拃沙，特朗普要面，即係我好詫異啊！呢啲咁嘅評論，即係你明顯係睇到由一開始，特朗普一話加對美國對全世界徵收關稅嘅開始，我已經係好早已經話鐵口判斷咗，佢一定係針對中國，係咪啊？我冇睇錯，因為佢目標一定係中國。點解要針對中國？佢講得好清楚，美國要你中國做嗰3樣嘢，一個俄烏戰爭，一個台灣，你唔好再派飛機，唔好再喺台海裏邊搞事，麻煩製造者。第三，香港，你係咪應該守翻個《中英聯合聲明》？如果你唔守國際協議嘅話，我亦都會學你，亦都唔會守國際協議。巴拿馬咪清楚話俾你聽，今日巴拿馬美國派國防部長派美軍去進駐巴拿馬運河，係完全推翻咗佢幾廿年前簽落咗995年簽落咗嘅，將巴拿馬運河俾翻巴拿馬政府管。而家一樣係俾巴拿馬政府管，不過美軍派美軍出嚟啊嘛，同埋強硬逼巴拿馬政府話美國戰艦優先過去，仲要免費。美國嚴格嚟講係學咗我哋中國咋，即係卡特同你簽嗰份嘢係歷史文件嚟嘅，佢就做埋俾你睇，佢用強而有力嘅軍隊夾住你，清清楚楚。嗱，所以呢3樣嘢咧，即係大家你認為咧，你可以咁樣諗，即係你可以駁我嘅，即係你哋覺得呢個中國會喺呢3個問題裏邊作出退讓咩？我真係睇唔到，我唔認同中國嘅退讓。即係理論上，其實你照正常啲嘅做法係點咧？係派密使，馬上而家派密使。嗱，有報道出咗嚟啊！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私底下聯絡特朗普嘅團隊，聯絡上咗啦，希望談，希望大家傾傾。點知俾Donald Trump 扮翻轉頭，佢用咩理由咧？喂，崔生，你個 pose 太時髦啊！太時髦 potato 啊！唔該，你派個大粒啲嘅嚟啊！嗱，講得好清楚。而家問題係邊個會去傾，就一定要傾。你傾嘅話咧，其實對香港有啲好處。而家亦都諗翻轉頭啊，點解咁巧喺呢場貿易戰裏邊，香港作出一個呢班嘅特區官員，點解作出一個可謂明智嘅決定，唔好同北京同步一齊去抵制美國？係咪覺得特區政府突然間英明神武咗咧？梗係唔係啦，一定有人喺後邊提一提香港政府。你哋行翻，你千祈唔好再跟北京政府，你哋分開先。就係佢一定要留翻條後路，留翻個鼻孔喺香港，就翻嚟睇戲。嗱，而家美國對中國咁樣高徵關稅嘅話咧，香港人有啲咩出路啊？嗱，聽清楚啦，香港仔有啲咩出路咧？香港、台灣有2個生意絕對可以做嘅，咩生意啊？走私，50年代咁。嗱，而家你快啲去買翻幾隻船啦，
買翻幾隻大飛啊，咁樣快快脆脆考二級船長牌啦。一落海揾隻快艇去車嘢上去啦。你咪計下條數咯。大陸徵美國關稅125，個水位幾多啊，大佬？即係你喺台灣唔使去美國咁遠買，你喺台灣買得啦。台灣係10% 啫嘛。美國入口稅，你喺台灣買完嘢運過嚟香港嚇，嗱香港冇禁添啊，香港自由港啊嘛。你喺香港買嘢，跟住走私上去，啲阿公阿婆阿叔阿嬸，喂唔使走奶粉咁辛苦啊，大罐都係執個10-20蚊。喂你又唔係走可樂星嗰啲，要打靶啫。喂，一個阿公阿婆一個人帶10部手機，有幾難啊？每部手機分鐘而家係100-200噶。哇啊咪係咯。你好老實講，你走私個水位係咪好有吸引力啊，山哥？喂，你嗰啲港車北上啊，大佬啊，你走多幾步啊？哎呀死啦，這個咁樣流咗出嚟話，哎呀，係啊，唔好制啊，我講笑嘅啊，真係唔好做呢啲嘢啊，犯法噶。第二，嗱，香港嘅朋友，而家嗰個契機係乜嘢咧？嗱，有危又有機嘅，甚至咧係一個好負責任嘅人。我唔學得某啲人咁樣，唉，屋之掛點樣先？唔使啊，你有才幹嘅話，平生不用均平卜，以便秋江一釣竿。即係我哋講嘢好牙擦，你有料嘅諗條橋，你有啲咩人可以有條咩出路咧？而家其實香港政府係急於去揾一啲可以開拓到東歐、伊朗、中東、其他南美呢幾個地區嗰啲貿易人才，幫大陸散貨。如果你係對呢啲頭先我講呢啲地方你係熟嘅，即係好似我咁北韓啊咁樣，冇用噶。話俾你聽，北韓係好熟中國嘅，北韓對中國嘅關稅仲嚴啊。同埋俾北韓捉到你嘅話咧，你唔好諗住走私去北韓，千祈唔好制啊！如果唔係北韓啲狗會好肥嘅，你知唔知啊？佢哋啲子彈好矜貴噶，佢唔會開槍打你把噶，得啦。不過但係佢將你咧都剁幾廿碌咧，為後邊闖嗰隻狗噶呀，千祈唔好亂嚟啊！嗱，你對呢啲咁嘅地方相熟嘅話，呢啲其實真係可以去搏下呢個貿發局，帶呢啲地方，帶住呢啲咩地方，係好舒服嘅呢啲工，唔難做嘅。即係你做唔做得成生意咧，就唔係你嘅責任啊。你嘅責任咧就係話開拓呢個市場，揾到呢啲buyer 去買中國呢啲嚴重滯銷嘅跳樓貨。聽唔聽得清楚啊？係嚴重滯銷。而家呢批貨，而家泊晒喺碼頭，已經出晒聲啦。今年聖誕嗰啲貨唔落船啦，大唔大鑊啊？你話喊口啊，個個而家驚到有一陣冇得瞓啊！而家唔知點算啊！義烏嗰扎全部唔知點算，全世界啲 souvenir 都係義烏生產嘅，大家知噶，即係好大鑊，好大鑊呢鑊嘢。即係但係都話有危有機，就睇下你諗唔諗得通。我頭先講咗兩樣嘢啦，即係香港亦都有個契機翻嚟嘅，即係呢啲咁嚴重嘅關稅，哇！你嗰個 FX 蘋果手機萬幾蚊賣到2萬幾蚊，我有成雞嘢嘅水位走，你真係唔好多啊，係咪啊，阿山哥？四個哥，其實我哋啲夢都碎咗啦，諗住兩皮嘢一部蘋果手機啊，可以係嘛？點樣翻去啦？啱啱9分鐘前01出咗個新聞，就係話咧，阿侵咧就向智能電話、電腦同埋晶片咧，就對等關稅嗰度咧就有豁免嘅。哦，係啊，針對台灣嗰個，我就已經講咗啦，咪呢個咯，我講咪呢個咯，咪真係豁免咗呢個咯，屌真係，即係斷埋你添啊！因為嗱冇計啦，因為呢個世界咧就唔好做壞事，唔好做作奸犯科嘅嘢，個天知嘅。好啦，喂，今日差唔多啦，同各位嗱喺節目結束之前咧，順帶提下大家喺呢個廣告喺呢個時段咧，我講嘅嘢做下細路哥啲廣告時段啦。嗱喺5月5號咧有個佛誕嘅放生活動嘅。
咁如果為你家人積福，為你自己積福，尤其是而家即係來日大難將至啊，咁樣為自己積多啲福嘅話咧，就即係積極參加呢個放生活動。咁啊，記住52991491同社哥聯絡啊。跟住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個朝鮮嘅安光牛黃丸啦，送風涼藥啦，同埋呢個固本培元嘅天字紅心天十嘅紅心粉。咁都係52991491。and then 仲有嘅所謂嘅子平八字啊、紫微斗數啊、呢個易經文卜啊、梅花易數啊，咁我哋都有呢個咁嘅服務嘅，陽宅陰宅風水咁樣，好唔好啊？咁樣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嘅支持，咁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 同埋記得撳個鐘仔。咁我哋呢段時間會不斷，因為變化好大啊，一有新消息我哋就即刻開直播。今日直播而家有幾多人啊？感謝大家啦！我哋最高人數去到330幾人嘅。哦，多謝，真係多謝，真係好多謝你哋，感謝大家，多謝，真係好多謝，感激你哋。以我哋一個細台嚟講啊，你記住 like share subscribe 第一次嘛，第一次有300幾，哇，好開心啊！俾300幾人輪更啊，聽清楚啊，真係輪住嚟睇咁樣，真係好開心嘅，真係多謝。我哋仲要冇預告喎，突然間咁樣啊，就話做個直播咯。即係其實如果依個方向啱咧，我哋都會開多啲直播啊。咁啊，有時都唔係話一定係國際新聞、香港新聞啊，或者其他嘢啊。我哋預告下先嗱，聽日我哋會約埋玄學界大師姐，即係我哋聯絡咗佢啦。我哋嘗試下，因為有啲測試咧仲未搞得掂啊。我哋預告下啦，聽日就有可能會出街嘅。就玄學界大師姐咧，就同阿細哥同阿山神咧一齊做3人行。就必有我師啊，係咪啊？即係俾你學下，我哋做下啲玄學風水命理啊，咁樣嗰啲咩節目嘅，咁就希望多啲支持啦，嘛。係咯，冇錯啦。總之就我哋今次其實認真嚟講，我哋叫第2次直播嘅。咁第一次咧就都有啲甩漏嘅。咁係啊，咁啊，今次咧就應該會順暢少少啦。咁同埋都好好啊，細個都好多聽眾喺我哋嘅留言板度留言啊。多謝，係啦，同埋我哋直播期間啦，好似剛才咁啦，咁啊，我係後台 panel 啦，即係各位網友，如果你哋咩問題啊，想問下四海哥啊，你哋可以不妨喺留言區留啊。咁我睇到咧，我就話俾四海哥聽，咁咪叫佢同大家去解答下咯。其實咩都得嘅，冇乜所謂嘅，都係當一班朋友傾下偈咁樣，開心心咁一晚啦。我哋會慢慢加多啲直播嘅，即係而家我哋嘅路向究竟係每日。或者隔日整一個直播新聞時段，還是一個禮拜好似神區咁樣，一個禮拜出個直播室。咁呢啲我都會同阿珊同阿師姐咁樣，大家係傾嘅。即係我哋睇邊個方向好啲，係咯。邊個方向好啲？即係我哋慢慢乜嘢都係試緊㗎。咁各位觀眾，即係我哋其實最緊要就係你哋想我點，唔係我想我點，因為我想我點係自己閉門造車，我唔想咁樣。我想聽下你哋嘅意見。阿細哥，你每晚陪下我哋傾下偈係最好噶啦。我有乜問題啫？係咪先？真係，即係我咳到死啊！我都搏命啊！食咗幾劑中藥，執咗2劑中藥，快最醫好佢，即係先再同大家傾啦。係咪先？而家喂，細哥，其實咳已經係你個 icon 嚟嘅咯。真係好慘啊！個話我李尋歡頂嚟。啲聽眾留言咧都係話咧咳，跟住俾個 like， 跟住一個咳，跟住笑下你咁樣。你唔好咁啦，班衰仔係咁巧話本身我先天性嘅氣管唔好嘅，即係後生嗰陣時喺北方咧，喺漠河啊，冷傷咗，落到杭州先治翻好，但係點知上咗年紀咧就真係復發啦。唔係我又話俾大家聽，其實最重要問題咧就係社哥出邊咧，你知佢住嗰個豪宅區咧，出邊咧又喺度咧又個唔知幾多千萬喺度大裝修。出邊嗰啲灰塵咧多到無論啊！真係因為呢期啊，呢一兩個禮拜佢係外牆噴嗰啲唔知乜嘢嚟嘅，即係佢鏟呢晒舊嗰陣嘢，然之後噴一陣唔知乜嘢，好似 coating 嗰啲咁嘅嘢，哇！嗰陣嘢好痕啊，搞到唔係啊！我哋又問下啲聽眾啊，有咩止咳良方啊？提供下留言區留俾我哋啊！我睇咗個中醫噶啦，我西醫我睇咗，照咗係令到有啲人好失望咯。我冇 cancer。
換我個西醫啊！個西醫好貴啊，大佬，萬邦好嗰啲啊，大佬説聲啊，唔使即啊，係梗係揾公立醫院睇啦。你呢啲係咪先？好多個鐘啊嘛，冇問題啊，係咯，觀眾唔緊要們多啲留言，俾啲意見俾我哋，你哋想睇啲乜嘢，或者想聽啲乜嘢啊？咁啊，多多支持我哋，我哋聽意見真係會聽嘅啊，唔係話管理處嗰啲下邊穿個窿啊跌咗落去嘅，咁啊都係希望我哋呢個 channel 可以四海哥自己個獨立 channel 啦，可以做得越嚟越好啦。啊，即係我就多多支持啦。唔想淨係講，即係同阿山神妖私底下講好多，我唔想淨係講新聞，我唔想淨係，即係我唔係話好多好有野心嘅，又想講下啲香港掌故啊，我竟然有試過啦，就差強人意啦。但係我哋又唔係好想講八卦嘢。係，係咪先我唔想講想，我係真係唔中意咁樣嘅，我真係唔係好想講八卦嘢。係啊，本來我想叫你講下姜濤啊嘛，黃晶點樣鬧阿姜濤啊嘛。 no，我知我講笑唔中意講呢啫，啲嘢我講笑啫。即係好多人知我，喂喺電視台做咁高層啊，咁樣點樣啊，應該知道好多啲八卦。我唔知，我唔記得晒嘅，我唔中意講嘅。即係你講到尾人哋揾食，你唔係咪先喺幕前講啫，你同我飲茶嘅時間唔知講幾多俾我聽啦。冇，嗰啲女明星避事嗰啲，唔講呢啲嘢。我逼佢唔到啊！嗱，各位觀眾係咪唔好啊大佬先？用你哋嘅方法逼佢啊！啊人，哋揾食㗎嘛，大佬啊，唔好制啊！呢啲嘢唔好講啊。且亞視嚟嘅都冇咗啦，係咪先？唉，啲人未死啊，費事講啊！唉，呢啲嘢。咁啊係。咁我老實講，香港新聞咯，我又想講下文學啊、歷史啊咁樣講俾大家聽。又唔知觀眾中唔中意聽咧，係咪先係啊？你知你嘅啦，你一講開就幾本書拋晒出嚟咁樣，有時真係嗱，我啊真係一頭霧水啦。呢個如果要講嘅話咧，其實真係你要好辛苦㗎，阿生。因為點解咧？我會俾啲資料你，你喺後邊啊，即係而家有個綠幕，有好靚嘅風景啦。嗯，咁喺呢個風景嗰度咧，你要打嗰啲字出嚟俾大家睇。我唔係好中意搞後邊噶。我知道啊，你只會俾人入嘅啫嘛。即係所以我係諗過嘅，因為即係你搞呢啲咧，啲觀眾即係我會講得好活潑，但係你哋都未必明到嘅。咁即係有啲嘢，我就算講得更簡單，就正如話阿梁姐咁樣，我咪批評過，喂，你啲報紙咧，一有呢啲名人死就口考人嗰啲咁嘅，即係佢中文修養，梁姐死，正確嚟講係唔可以用香消玉殞，但係依然有人用香消玉殞，一定有人用，但我已經係咪提示過大家啦，唔可以用香消玉殞，香消玉殞咧係橫死先可以用嘅，梁齊恩唔算橫死。嗱，唔算橫死，佢壽終正寢，錯。咁又唔係壽終正寢，瞓覺之陣，瞓下走咗壽終正寢啦。佢係梁齊恩係瞓下走咗啊，但係壽終正寢係男人用嘅，女人用係壽終內寢。但係所謂壽終內寢咧，或者壽終正寢咧，係要超過60歲先用嘅。咁啊，真係開個每日一字俾你講下啦。係啊，即係所以我成日話點解我話梁齊恩嘅寫最適合用咧，就係蘭吹慧節。蘭吹玉節咧係男死或女死就蘭吹慧節。嗱，我就咁講呢4個字，大家默書，你叫咗觀眾嚟現場呢300個觀眾嚟講，我夠膽話好一定有人寫錯。蘭吹慧節係邊個慧啊？草花頭一個車心慧，係用嗰個慧。慧啊，係車心慧啊嘛。蘭吹慧節，係啦，即係慧蘭個慧。即係佢有意思，有一解釋咁樣俾大家聽嘅。但係呢啲你話做呢啲每日一字啊，中國歷史啊講嗰啲，即係我驚觀眾會影響啊！即係我就算講得幾活潑，就係講到某啲嘢，好似我曾經講，喂，香消玉殞啊，蘭吹玉節，香消玉殞點寫咧？你係影響啲觀眾嗰個收睇欲噶嘛？除非有個幕後嘅背景，第香消玉殞係點寫，蘭吹慧節係點寫咁嘅啫。除非落字幕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好 old school 噶咯喎。係啦，但係你落字幕嘅話，你就一定錄影，因為要對嘅，尤其是啲文學節目啊。所以有呢個難處，有呢個辛苦喺度，所以我係希望同大家觀眾講下我哋嘅難處啊嘛。所以 anyway 冇點，其實我哋都講過嘅，我哋係想做一啲現場打電話問感情嘅。
唔係我哋交俾觀眾啦，觀眾睇下有啲咩真係想即係想寫歌聽嘅，係啊，係啊，咁啊寫多啲啊，留言區寫俾我哋啊，咁我哋參考下，盡量又睇下點樣係啦，點樣去做啦。即係我好嘛其實好想做一啲節目，我就同大家去互動嘅。即係你問下，即係我畢竟都60啦，咁即係好老實講緊，我有陣時睇啲嘢，我唔敢講話人生多你了多經驗啦，就係又唔敢講話多你幾粒鹽啦，多幾粒鹽我腎病啦，係咪啊？即係佢話，即係可能同我以前嘅工作，因為做咗傳媒啊，接觸嘅層面咧就廣泛咗少少，咁加上我個人係好好運嘅，就有啲喺歷史上面一啲過客啊，啲名人啊，咁喺我身邊亦都擦過咁樣，即係我運氣嚟嘅啫。我覺得呢啲係咁樣，即係有啲唔同，好得意嘅感覺嚟嘅。咁即係去到離開咗香港，去到台灣嗰度讀書。而我哋嗰間母校，個創辦人係曾經係蔣介石嘅秘書，亦都係中國國民黨嘅秘書長，即係曾經啊咁樣。咁佢即係。好多喺當時嘅近代史裏邊咧，即係赫赫有名嘅人，都係喺我學校做過教師，但係好少學生知道，好少香港學生知道呢樣係幾悲哀嘅，即係好得意嘅。我即係將來有機會先同你哋分享嘅，即係嗰啲人嘅佢哋，即係老一輩，即係我哋即係嘅長輩。我係一生咧，我係好好運咧，就係話我有長輩緣，我有啲長輩緣。即係如果大家喺我 Facebook 見我後生啲相，我都 OK 嘅，見得下人。我咳啦，輪到我咳啦。屌，真係拍得住你珊珊有緣啫。嗱，我重申一次先啊，你唔好叫我珊珊，珊珊好似女人名咁，你叫我珊珊。唉，其實點解咧？呢個珊，佢點解寫首歌叫我珊珊咧？我喺日本就識啊寫首歌嘅。咁日文咧，即係人哋叫咩生咩生嘅咁我姓謝咧，就係叫做即係個發音啊，係叫沙嘅，沙律個沙，係啊，咁啊變咗人哋叫我沙生，咁啊四海大師咧就幫我起咗個藝名啦，就叫做珊珊，咁啊搞下無端端好似女性化咗，哇冇乜所謂，都係一句啊，係咪先？珊珊易記啊嘛，因為點解啊？啱啱嚟我識你嗰年嗰陣時有個當紅人物。就叫李賴珊啊嘛，第一個香港第一金啊嘛，人哋叫珊珊啊嘛。呢個冇問題啊，我驚我變舉晒你啊！我驚我變咗三山哥啫，你知唔知啊？你又海啊嘛，真係。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支持，拜拜。下次見啦，拜拜。